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6篇，但以理书第7章第19节到27节，启示录是1章第1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末后景象。启示文学当中的意象、景象都是非常奇特的。例如但以理他所看到的是野兽，而且是非常可怕的，有铁的牙齿来吞食，有铜牙来拆碎，并且有10只脚。这样的字眼表面的解释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，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奇异的意象之背后意义，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了解。但以理所看到的意象其实是在预言将来末后的景象。今天的经文看到的意象预言了上帝的子民，他将要遇到强权统治，并且想要改变节期及法律。因为他们的国家被毁坏、被统治，他们所期待的是永恒上帝的权柄以及王权的复兴的国度。但以理书第7章17节到27节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我想更清楚地知道第4头巨兽的事，因为这头可怕的兽跟其他3兽不同，它用铜牙、铁齿咬碎猎物，然后用脚践踏。我也想知道它头上的10个角后来才长出来的，拔掉另外3个角，那小角是什么意思？那小角有眼睛和说大话的嘴巴，显得比其他的角更可怕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那小角跟上帝的子民打起仗来，征服了他们。后来那万古永存者来到，为至高上帝的子民申冤。上帝子民接受王权的时候终于到了。那位侍从又对我们解释说，第4头巨兽是指在世上将要兴起的第4个帝国，它跟其他的帝国不同，它要拼吞全世界，蹂躏粉碎全地。那10个角是指相继统治帝国的10个君王。后来一个王起来，跟以前的王不一样，他要推翻3个王，他要口出狂言，敌对至高的上帝，并且迫害上帝的子民。他涂抹更改他们的宗教法律和节期。上帝的子民受他统治3年半之久，然后呢，天上的审判者要开庭审判，剥夺他的统治权，彻底消灭他。至高上帝的子民将接收世界各国的大权，他们的王权永无穷尽，而世界所有的统治者都要服侍他们，顺服他们。启示录的预言也预告了将来末后的景象，圣城将交在外邦人手中，遭受践踏。启示录11章第1节到14节又谈到了将来要受到的灾难。圣经说，我接受了一根像杖的尺，有声音对我说，起来，量一量上帝的圣殿和祭坛，并数一数在殿里敬拜的人，
可是不要量圣殿的外院，因为这外院已经给了外邦人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差遣2个穿着麻衣的见证人，他们要传讲上帝的信息1260天。那2个见证人就是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2棵橄榄树和2个灯台。如果有人想伤害他，他们会从口中吐出火焰，烧死敌人。所以谁想伤害他们，谁就被杀。他们有权封闭天宫，在他们宣布上帝信息的日子，叫天不下雨。他们也有掌权管各水源，使水变成血，又有权随时随地用各种灾难打击大地。他们宣布了信息之后，那从无底深渊出来的兽要对他们作战，击败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将倒在大城的街上，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这城的象征名字叫做索多玛或是埃及。从各民族、各部落、各语言和各国家，有人要来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不准安葬他们。地上的人要因他们的死而欢乐，大家庆祝，交换礼物，因为这2个先知曾经使地上的人受大苦难。过了3天半，有生命的气息从上帝那里来，进入他们里面，上帝就站立起来，看见的人大大惊惶。2个先知听见从天上来的大声音，对他们说：上这里来。他们就在敌人的注视下驾云升天。正在那时，地大震动，那城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人多达7000人，剩下的人非常的害怕，都颂赞天上上帝的伟大。第2个灾难过去了，第3个灾难就到了。以色列人的盼望在于上帝权柄所带来的复兴，上帝的名将受尊为大。当以色列人回转向上帝的时候，在苦难来临时，他们必要看见上帝的保守以及荣光的再现。所以无论是末后的景象如何，受呼召的人应当要回转向上帝，并且亲近上帝，来等候上帝的救恩。诗篇76篇。上帝在犹大，人人认识；他的名在以色列，人人尊崇。他在耶路撒冷有住处，他在锡安山有居所。在那里，他折断仇敌的弓箭，毁坏他们的盾牌、刀剑、各种武器。上帝啊，你多么光荣！你击败敌人，从群山回来，多么威严！他们的勇士所掠夺的都被抢走，他们的战士长眠不起，无法反抗。雅各的上帝啊，你一斥责他们，他们的战马骑士就都死亡。上帝啊，你可敬可畏，你发怒的时候，谁在你面前站得住？你从天上宣布你的审判，你一站起来宣判，要拯救被欺压的人，全地畏惧，默默无言。人的愤怒将使你更受颂赞，
劫后余生的人要谨守你的节日，要向上主你们的上帝偿还所许的愿，邻国都要向他进贡，敬畏他。他挫折王子的骄傲，他使地上的君王站立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，在遇到困境无能为力的时候，能够回转向上帝，等候领受上帝的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